各位老友記，同大家介紹下這家位於中山嘅全眼度假酒店。我哋美食之旅同事專程去實地考察，先講最核心嘅溫泉體驗。酒店有嶺南名湯、日式湯泉之稱，公共區域50幾個特色溫泉池，水質乾淨透亮，有豐富嘅微量元素。24小時任浸，每4小時就會換一次水。入住私家泡池客房，溫泉水不限量供應，私密性同舒適度拉滿，休閒設施好齊全，水上樂園夠晒好玩。酒店電影院可以睇劇，仲有按摩揼骨一條龍服務。酒店自助餐供應款式齊全，熱菜、海鮮、燉湯、中西式點心樣樣齊。瞓醒嘆下午茶好愜意，宵夜都有熱食供應。夜晚浸完溫泉嚟一碗，暖胃又舒服。呢間酒店無論係溫泉品質、住宿體驗，定係飲食同休閒設施，真係絕對一流。我哋同事都幫大家把過關，值得同大家認真推介呢個399中山純玩2天，免收服務費，保證入住中山全眼溫泉度假酒店私家泡池客房。每天首團前8位報名，立即升級2人可獨享2房1廳私家泡池套房，任浸約50幾個特色活水溫泉池，暢享早中晚、宵夜、下午茶、5大自助餐，呢啲着數真係手慢冇，快啲鎖定名額，來一場愜意嘅溫泉之旅啦！